信心牧师吼，伊本正伫台南的南教会吼，教会也有转去屏东的九如教会做牧师吼，恁若会记哩吼，咱捌参加台湾基督教教会150周年的迄个纪念礼拜，咧传迄个150周年大会迄个歌吼，就是严肃吼。伊即摆已经退休，总是伊嘛是还佫伫咧屏东中会4月去遐来推行迄个新的信息的即个事工，所以伊本身吼是一个真本土的牧师。所以伊写做台湾的书，尤其是咱知影讲萧泰然老师吼，萧泰然老师实在伊内底真侪迄个歌，拢是严牧师吼，严牧师的写的迄个歌词，伊家己本身嘛有出一本念香曲吼，迄个歌本吼，所以伊写真侪迄个本土，所以咱来去听迄个咱的信息，有足侪条拢是伊写，迄拢是真本土的迄个调甲词吼，但是咱今日来看这条诗歌吼，真简单吼，咱总要来读一遍歌词来。我要唱歌来学老上帝的名吼，过来，我要唱歌来学老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老共款吼，学老耶稣无比的听吼。过来，我要唱歌来，我将拢共款。过来下面迄个副歌的部分吼，对，红线迄个字啦吼，第一寸吼来的所在，直到一路的大海。吼，我要唱歌，无人知吼，伊有有丰盛的慈爱，伊的信息到万代。我要唱歌，吼，无人知吼，咱来唱。上帝奇妙的情。
亲像山隐隐的瀑布，望着远远的海洋。咱知影迄个山里的水，啊，远一直拢到尾啊，拢汇入大海。所以看起来，敢若迄海洋甲山来讲，足远足远的，总是山会当用伊的瀑布来去触摸着迄个海洋，就是感觉讲，咱连这时阵真惊吓、真艰苦、真不准。真毋知影讲即个生活要安怎过的时阵，咱来用咱的诗歌，敢若咱感觉上帝伫神啊，互即款的代志发生伫即个世界里面，总是咱今仔日感谢上帝，因为咱徛去伫台湾，咱感谢上帝，咱今仔日还阁有法度当真健康来遮来做礼拜，所以咱用咱的诗歌，咱来望着敢若介阵远远的上帝。用诗歌、甲上帝、甲天神三好，咱搁一遍，搁来唱一遍，吼。唱第20就好。1、2、3、4、1，完美唱歌来播。
较早大家平安，真有一件代志先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为着要减少接触的传染，今仔日圣诗、启用甲圣经咱拢有做投影片，请到时就看投影幕就好，咱减少翻阅圣经甲圣经安尼，为着疫情的关系。请安静，当心来敬拜上帝，走吧。我要时时学了上主，学了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厝，我的心神要因为上主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要学了上主最大，三甲尊伊的名最悬。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308首，308首。Yeah.
圣经做伙来告白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命，咱的主，伊对圣神交代，对在世有马加之时，伊阮有了多人来信靠，定是第四摆上的论故，第三日对世人中国啊，就因他最主要的被上帝话语，伊要对他的信号大概是啥？我是信心，我是信，我们教会信徒相同，最下面有这个话，永远的光明。阿门。请坐。三个人启文第56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文第56篇，咱来看好。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刀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在照。以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血统，是对荣耀。刀正做人，点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问题，有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同心来祈祷，感谢阮的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子民，有份来享受你的恩典，做阮的瓦靠，互阮无地可带。你是疼阮的主，你无看阮的过去，就完全接受阮、疼阮。但是阮却常常袂记起你的慈爱，总是会想要用家己的能力来解决问题，导致阮骄傲、自高，撇脱阮的需要，赢过尊叹你的真理。伫信仰上时常来跋倒，佮误用你的文字，造成侪的浪费甲不义，亏欠你对阮的疼。主啊，当阮看到武汉肺炎伫全世界造成巨大的伤害，阮搁一摆明白阮人类的渺小。当阮诚心恳求天父怜悯阮，当因为疫情不安惊吓时，互阮永远会当相信主你要甲阮期待，用你的听者将影响来除去。愿阮尊你的名为圣，互阮无单单是靠政府、专家甲医护人员，也求助你赐福因良善、正直甲智慧，会当做伙来抵抗压力，来做出完善的防范甲医治。求助你使阮疼这个世界，互阮会当尽快来脱离这疫情，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伫这个病情打我的时，阮犹愿意献出阮家己来为主你所用，求主你感纳，恳求主你保守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和善的心情，互阮逐工也有充分的时间，甲主你建立亲密的关系，心中犹原充满着渴望敬畏你的心，配合教会灵修的活动，无失去阮的信仰，反倒转更加坚固阮对你的心。阮互相来守望，阮相信主，你要掌握明仔载，你也要带领阮平安向前。阮诚心摆咧以上的祈祷，只是念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
当声祈祷应讲。罗马书第9章第6节到第13节，毋是讲上帝的话废去，因为对以色列出的无一定是以色列人，也毋是因为因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一直做囝，多多伫以色列被称做你的后裔，
这就是讲，毋是着这个囝就算做上帝的囝，不过应允的囝才算做大的。因为应允的话是讲，才有即个期活要到，撒人要有一个囝，名呢，阁有28家对咱的主以撒一人来欢迎，会知影。囝还未出世，好歹还未行，要互上帝拣选人所定着的旨意，会武当伫地，毋是出伫所行，是出伫照。就甲28家讲，大个要互善细个，亲像所记载讲，我听雅各愿会以扫。安尼，咱要怎样讲？上帝有不义吗？但毋是，因为伊甲摩西讲，我要领领我所领领的，我要体贴我所体贴的。照安尼看，不在伫意爱的，也不在伫行的，是在伫领领人上。请陈牧师讲到伊的题目是“单单我靠上帝的领领”。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阵以来，咱看见即个全世界，因为即个疫情的缘故，会当讲规个世界拢总要顶过来啊。顶礼拜我看过安尼一个新闻，伫美国的一个大卖场，因有伫卖一种物件，叫做末日紧急存粮组。即个介绍有真侪，介绍会当互你一个口仔4个人食3工的60块美金。到底会当互恁4个人食1年的6000块的美金，拢总有会安尼组合，互你会当随在你选。这物件内面有青菜、水果、有肉、有卵，拢总有。伊用技术甲这物件脱水，然后就做安尼一袋一袋、一罐一罐的物件。有的会当保存25年，有的甚至会当保存到30年。伫你要用餐的时，只要拍开袋啊，然后烧滚水甲倒落去，拿来就变做一盘一盘的意大利面、中国菜、泰国菜，甚至嘛会当做出鸡卵糕。你若要买，你嘛免烦恼讲遐尼侪物件你搬袂转去，因为厂商会将你遮物件拢包好势，包到袂互你的厝边看出你是咧买即个末日的粮食，替你送到恁厝里。兄弟姊妹，你会想要买这来藏吗？特别咱这几工咱看到，咱伫台湾真侪所在物件嘛互抢了了。但是我想台湾人较无人会买安尼一个物件，因为这物件看起来喏无好食嘛。但是生产这项物件的公司，因以前嘛是安尼，因伫旧年敢若一间工厂伫遐生产这种物件。但是到伫今年的2月底，即个疫情大流行了后，因佫加设3间的工厂咧生产这项物件，并且伫市面上你想要买嘛已经买无，你也先着订单，等到5月底才通摕到这项物件。你看安尼新闻的时，我感觉真趣味。你买这项物件的人，因敢有想到，若伫世界末日来到？若是无水无电嘞，伊是要安怎食这物件？人是要安怎来设想以后还未发生的代志嘞？但是买这物件的人就认为讲，当伊穿好势这物件就一切妥当啦。伫即摆疫情内面，咱真正看见人会软弱甲无助。人类虽然会当上太空，会当软磅空，软伫地底。但是对一个非常微细的一个病毒，咱到即马也无办法会当来防治。所以人虽然会晓真侪代志，但是咱嘛看到人非常的无能。安尼人是要骄傲甚物嘞？人敢有咱家己所想象的遐尔万能嘞？所以虽然咱毋知影上帝为虾米会允许即摆的疫情伫世界发生。但是我想，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机会，就是互咱会当对以前迄个繁华的生活，转来简单的生活形态，并且嘛，互咱人类会当有机会来思考真侪以前咱无时间想，也是咱无想要去想的一寡问题。亲像咱家己的骄傲，咱的自我中心，
甚至到咱灵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讲，咱人拢无法度挖靠家己，安尼咱是毋是需要去敲找一个搁较大的气力的？今仔日咱所读的罗马书第6章，就是伫处理犹太人因为骄傲所产生的失败。犹太人虽然受到上帝的拣选，因有上帝的话，因有先知的话，但是因较拒绝耶稣基督。佮认为家己因为有即个特别的身份，所以比其他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欢喜。但是保罗甲因讲，毋是安尼。保罗盼望伊的同胞会当找到一个正确的方向，盼望因会当认捌耶稣，接受即个救恩。但是咱看见伫第6章的内面，保罗的口气毋是责备伊的同胞的口气。反正伊伫遐忧闷、烦恼，甚至表明讲，只要我的同胞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我就愿意甲因换即个位置。我愿意奉救主，甚至甲耶稣相连。救主即个字是啥？是完全的毁灭。兄弟姊妹，咱看见保罗疼伊同胞的心，即个疼同胞的心嘛，我想到摩西，伫出埃及32章有记载。当摩西上山伫遐领10条界时，百姓久久看摩西无落来，就惊吓，就要求阿伦替伊制一只金牛。所以这件代志，上帝非常生气，想要将这以色列人全部毁灭。但是摩西替因求，就讲：哎呀，这个百姓犯重罪，为家己做紧的神。但你若要赦免因的罪，若毋求你对你所写的册擦去我的名，兄弟姊妹，咱看见摩西为着家己的同胞，甘愿放弃家己伫上帝面前迄个真宝贵的位置。伊疼同胞的心，甲保罗疼同胞的心，互咱非常的感动。所以，而且互咱来想的第一项代志，就是讲，咱想要来救一个人的灵魂，大心来安怎？咱爱先去疼伊。你若无关心伊，你若无想要疼伊，你根本就无想到讲要去拯救伊的灵魂。亲像做一个爸母的，若囡仔做毋对代志，你咧处罚伊的时，虽然你咧处罚，但是你的内心非常毋甘，甚至你盼望会当替你的囡仔来承受担当这个处罚，因为安怎？因为你疼伊。亲像一个宣教师去到一个青云的所在，伫遐传福音，就是伊看见当地人的需要，伊愿意跨过迄个无共款的文化，跨过种种的障碍困难，为着就是要将福音来传互遮个人。伊会做遮个代志，为着啥？因为疼。所以兄弟姊妹，伫即个疫情，伫逐个人拢真惊吓的期间，嘛是咱将疼分享出去上好的时机。你一个真细的动作，就可能带互人真大的平安甲平静。我听过一个人讲，伊的朋友伫真恶得买酒精的时，真无容易买到2罐的酒精。就伫伊坐客人车要转去厝里，这司机先生，一个真年岁真大的司机先生，甲伊讲，伊逐工伫遐走车，所以无时间也买无着酒精会当来消毒。这个人听去，就将伊真无简单买着的1罐的酒精来送互这个年长的司机。1罐的酒精偌济钱？但是我想，这个真渺小的行动，就伫这个时机内面产生一个真大的快乐，就体现耶稣互咱的教示就是啥？疼厝边，亲像疼咱家己。所以这几日小会嘛有讨论出一个决定，就是为着要保护兄弟姊妹的安全，咱暂停周间所有的聚会甲事工，并且咱对后礼拜开始。咱嘛有开始正式的特别的事工，互兄弟姊妹会当伫厝里来做伙来做礼拜。咱已经无鼓励兄弟姊妹坐伫遮来做礼拜，有可能恁来到遮的公车、捷运、火车，有可能会互咱感染着。所以，望讲，咱虽然咱无关教会，咱依然有开教会。但是，望咱兄弟姊妹尽量伫厝里做礼拜。所以，咱顶礼拜咱的关怀组嘛有甲咱报告，就是讲伫即段真特别的期间，咱已经无法度来到教会，
咱无法度参加团契，无法度小做时，咱搁较需要啥物？特别的关心。所以关怀组嘛，替咱所有兄弟姊妹已经找好关心你的小组长。所以，望讲伫即个期间，咱会当搁较侪的彼此的关心，咱搁较侪彼此的亲安。虽然咱聚会形态有淡薄改变，但是透过兄弟姊妹彼此的关心，咱嘛会当实践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生活。所以我想伫即个真不安的时刻，咱真做上帝的囝儿，咱内心除了有平安以外，咱嘛爱来思考。其实咱什么拢无通倚靠，咱会当倚靠的名是啥？独独上帝恩典尔。所以第一项伫即段经文，互咱看见保罗甲咱讲，只有应允的囝儿才是囝儿，肉体生毋是真正的好的。有可能你会讲，哎呀，这我拢知影啦，你毋免讲啊。但是有当时啊，咱嘛会陷入亲像犹太人的迄种互竞选的骄傲的内面。特别伫较有历史的教会内面，咱常常听见有的人会讲，我是第几代基督徒。我想这真正是一种阳光，因伫咱的家庭内面，伫咱的家族内面持守这种的信仰。但是这个阳光，毋是在伫你每一个礼拜拢来教会伫遮坐，是在伫你敢有将你的信仰，甲你的真正的性命活出伫你真实的生活内面。所以保罗伫遮提醒伊的同胞，因为对以色列出的无一定是以色列人，也毋是因为因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就一定做囝，独独伫以撒会要称做你的后裔。这就是讲，毋是肉体的囝就算做上帝的囝，独独应允的囝才算做好的。保罗伫遮用因祖先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说明。亚伯拉罕有2个后生，第一个叫做以实玛利，伊是伊的女婢夏甲所生的囡仔；第二个以撒是大母撒拉所生的囡仔。按照血统来讲，因2个人拢是亚伯拉罕的后生，但是有一天，这2个囡仔伫算啊算有可能囡仔就有一点仔冤家冲突，这个大母撒拉就无欢喜，叫亚伯拉罕命令夏甲将伊的囡仔以实玛利带走，爱离开。亚伯拉罕听见内心非常的忧愤，但是上帝安怎甲伊讲？上帝甲伊讲：你毋通为着即个囡仔以及你的女婢来忧闷。既然撒拉对你讲的，你就听，因为对以撒所生的，才要称做你的后裔。论到女婢的囝，我也要互伊成做一个大国，因为伊也是你生的。可能对咱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起来，上帝哈尔啊无公平嘞！这2个囡仔的 DNA 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袂当2个人拢生接产业嘞？并且照道理讲，以实玛利大生生出来，伊是大囝嘞。但是，这个对咱无公平的观念，伫以色列人因拢会当理解，因为以色列人拢总知，只有大囝才会当来承接因的产业。但是伫亚伯拉罕的故事内面，这个大囝的大，毋是出世的顺序，是上帝的应允。上帝应允，只有对撒拉出的，才是真正的好的。上帝讲，只有对撒拉出的，才是真正好的。但是咱知影，以实玛利是安怎出世？是亚伯拉罕因用人的方法，透过伊的女婢才得到囡仔。所以是因对人的肉体的方法得到囡仔，毋是上帝应允所出的囡仔。所以虽然伊较早出世，但是伊毋是上帝所应允的迄个。所以虽然咱看起来真无公平，无法度理解，但是以色列人因完全明白保罗是伫讲啥。所以保罗伫遮是用血统甲应允来提醒遮犹太人，毋通想讲恁伫血统上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恁就一定是后裔。爱知影？爱伫上帝应允的下面呢，才是真正的好的。安尼上帝应允的是倒一寡人呢？保罗的观念是沿续耶稣来的，耶稣嘛无认为伫血统上的才是上帝的囝儿，因为耶稣捌讲过，
因为既若行上帝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姊妹甲老母。耶稣嘛警告这犹太人，所以恁着结许好合伫反悔果子，无伫家己拍算，有阿伯来喊做阮的爸。因为我甲恁讲，上帝会对这个石头出子孙，互阿伯来喊。所以咱看见保罗甲耶稣同款，因认为所有的人，毋管伊的血统是倒一国的人，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只要愿意接受救恩，就会当互上帝称做义，就伫上帝的应允的内面。所以兄弟姊妹，第几代基督徒无啥物好通得夸口的，第一代嘛毋是见笑，因伫信仰上无啥物特别的意义。上帝祝福毋是会当咱继承过来的，咱每一个人拢爱是第一代。因为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用咱生命历程，重新来定义什么是基督徒，重新来定义什么叫做基督的信仰。另外附带一提，马街所建立的教会嘛，定定含你一种历史上的骄傲。阮的教会是马街所起的教会，所以无论伫说教几啊年，也是庆祝的活动，咱拢讲马街好亲像这个教会拢无伫做其他宣告的行动。咱声声嘴嘴讲马街，但是咱对马街敢有理解咧？前几个礼拜有一个其他教派教会来访问一寡马街所起的教会，对因所带来的文宣品，我才知影，马街博士毋若是来台湾万岁起，毋若是将福音带来台湾尔，并且伊嘛带一寡的经济。咱所看，咱即马市面上拢会当食到的物件，这拢是马街带入来台湾的经济。所以你今仔日会当食到胡萝卜，这是马街伊会讲的。但是咱无亲，咱对马街，咱拢认为咱对伊真有理解、真有研究，咱诚做马街的教会，咱真严纲。但是咱好亲像甲咱将马街滴伫咱的头壳顶，将滴做是免流共款。但是咱较无去真正来认捌伊到底为台湾这个土地做啥物，咱嘛无真正去学习讲伊传福音的安尼日情。所以我想今仔日经文真正是上帝对咱讲话，就是咱毋是用血统，毋是用第几代，毋是用历史来决定咱是毋是上帝的囝儿。咱爱真实接受主耶稣伫咱的内心做主做王。咱的行为、思想、意识嘛，爱互伊来引带，安尼才是一个真实的学生。第二点，保罗提醒咱，会有这个代志，毋是咱的行为做了偌好，是在伫迄个呼召咱的上帝。因为保罗知影，伊敢若讲第一项绝对无法度说服伊的同胞，所以伊佫举第二个例，第二个例就是伊的祖先以撒的例，伫遮有关咧讲。毋若安尼，佫有利百加对咱的做以撒一人来怀疑，惊袂出世，好歹还袂惊，就互上帝拣选人所定着的旨意会举长伫咧，毋是出伫所行，是出伫钓鱼的。就甲利百加讲，大个要服侍细个，亲像所记载讲，我听雅各万分以撒。伫遮互咱看见。以色列人因的一个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囝以撒，伊了后娶某生囝的故事。伊的某叫做利百加，利百加怀孕生双生仔。伫这个双生仔伫伊的腹肚内面的时，上帝就甲利百加讲，两个国要伫你的腹肚内哦，吼，两个国要伫你的腹肚内，两个族要对你的腹肚来出来哦。所以这个族要经过迄个族。大个要服侍细个，后来双生仔真正生出来了后，大汉的是以扫，细汉的是雅各。照道理讲，应该是头先生出来的这个以扫是大汉囝，伊爱先接伊的产业。但是咱看见故事的发展了后是啥？上帝拣选雅各，这嘛互咱看起来真无公平。大囝是以扫。伊应该继承伊老爸产业，继承老爸祝福。为什么是雅各咧？为什么是安尼呢？咱无明白，但是以色列人完全明白保罗伫讲啥。
毋是伊所做毋着代志，嘛毋是哪个有偌好，这完全在伫上帝的拣选。所以保罗用上帝拣选即个犹太人上理解的观念来甲因说明，毋是你有偌好，是在伫上帝的拣选。伫2012年第54届的格莱美奖，有第100的一个奖，叫做最佳当代基督教音乐歌曲奖，第100年的一个奖项。这个格莱美奖将这个奖颁予一个34岁的歌手，叫做 Laura Story， 有一个专辑叫 Blessing。这 Laura 伊出世伫一个基督教的家庭，生活嘛真富裕。伊自细汉就学音乐，会晓弹琴，人佫生了水，会当讲是人生的胜利组。所以对大学开始，伊用真侪时间伫 party、伫佚佗、伫做伊家己的代志。甚至基督徒对伊来讲已经真无要紧，但是无想到一个赫尔水的查某囡仔，竟然拄着感情的失败。所以这个第一届对人生产生失望。就伫伊非常痛苦的时，一个基督徒的朋友邀请伊去做礼拜。伫迄天，伊感受到上帝的疼，并且伊嘛回应牧师的呼召。伫迄天，牧师的呼召，才教会青年讲，咱的教会要去蒙古遐做一个短宣，嘛讲所有的青年会当来参与。所以，即老来伊嘛甲遮的教会青年做伙去蒙古伫遐参加短宣队。伫蒙古1个月时间，遮美国人伊住伫草原，住伫蒙古包，过真简单的生活。然后暗时就邀请遮个蒙古人做伙甲因看一出电影，叫做《耶稣传》耶稣传。老外伫边仔看遮个蒙古人看遮个影片时，不断伫遐流目屎。伊就开始问家己讲：我自细汉所认捌的耶稣，对遮个人来讲，因感动到流目屎，但是对我来讲是算做是啥物？伊伫迄个月时间，伊不断地思考，所以伫蒙古的草原，伊将家己献予耶稣，伊愿意搁较侪人来分享耶稣的疼。10年了后，伊甲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Martin 结婚，因夫妇嘛伫教会有真侪服侍，看起来非常美好的生活。但是无想到，另外一个试炼搁临到。结婚无到1年，伊发现伊的丈夫无论伫什么所在，拢伫拄久。拄啊开始，伊感觉非常见笑，定定会甲伊冤家。但是无想到情形哪来哪严重，所以就去病院检查。无想到结果伊的丈夫是得着脑瘤。所以这个老人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惊吓。但是伫伊冷静了后，伊甲上帝讲，伊相信上帝引带伊。所以，伊决定要伫即届考验内面来荣光上帝的名。伊的先生进行手术了后，有产生一个副作用，就是伊的记忆已经无法度亲像迄阵的记忆，伊的记忆已经转去到迄个高中的记忆，甚至有当时啊会怀疑、会受气。所以，这互照顾伊的这个老人非常的艰苦、痛苦。伊定定伫上帝面前痛苦到伫遐大声伫遐啼哭。但是就一摆，伊伫啼哭的时，伊听到上帝的声。上帝甲伊讲：“你毋免怀疑，因为我是信实的上帝。”所以老人开始改变伊的祈祷。过去伊敢若祈祷上帝，你医好我的丈夫。但是伊现在是用阿伯拉罕献以撒这个故事。就是阿伯拉罕愿意将伊上爱、上伫意的献予上帝，安尼一个故事，伊来祈祷上帝，伊求上帝有伊家己特别的计划。所以2010年有一个基督徒音乐家来邀请老人来制作，将伊过去生命这经历来制作做诗歌，来称做别人的鼓励。但是伊一开始拒绝，因为感觉伊的生命一点仔无光彩，无啥物通光彩荣光上帝的代志。有遮多失败，伊是要安怎来分享？但是上帝启示伊，爱亲像伫井边拄着耶稣的迄个妇人人，
伊拄着耶稣了后，安怎？伊转去伊的家乡，将耶稣的代志分享互其他人。所以伊哪祈祷，伊决定伊就要来做安尼代志。伊哪祈祷，哪创作。伫2011年的时，有一首歌叫《Blessings》，这首歌就发行。开始伊的歌，伊生命的故事，嘛吸引真侪人的注意。咱转去会当伫 YouTube 的时来搜寻即个人伊的诗歌，我相信会当诚侪咱伫即段期间非常大的一个安慰甲祝福。我想上帝使用伊的，毋是伊的歌声，伊唱比较好的嘛是真侪。但是透过伊的生命所展现出来、所唱出来安尼诗歌，就真做吸引人的见证。伊的过去毋是赫尔完全的美好，甚至伊的丈夫到今也无法度恢复完全的健康。但是咱看到，毋是在地人的行为，是在地呼召咱的。当上帝呼召咱，伊毋是看咱的行为有偌好，是毋是会当吸引人？伊决定要竞选即个老热姊妹时，伊就竞选伊的生命经历、伊的诗歌，诚做其他人的祝福。所以决定会关闭在地上帝。透过安尼，保罗甲伊的同胞讲，无毋对，上帝确实是竞选恁来成做伊的囝儿。但是这毋是讲上帝就无听其他的民族。兄弟姊妹，咱若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咱会当看见。上帝嘛，伫伊的计划内面，使用埃及的法老，使用波斯王，遮外族的国王。伫保罗传福音的时，嘛有真侪外邦人因为听见福音来归伫耶稣的名。所以，甲咱是啥，甲咱做啥物代志，完全无任何的关系。所以，保罗伫即章的下一段嘛，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就做图的迄个事，即个人该怎决定安怎来捏伊手中的迄块图，是伊在决定，毋是伊手中的迄块图来决定即个人会怎安怎来捏伊。上帝就是即个调整，咱就亲像上帝手中的迄块图。上帝有伊的主权，咱遮有做人有权的人，咱是无法度来甲上帝谈条件。这毋是上帝霸权，是因为咱就是在咱是一个受造的人，咱是有权的人，咱无法度关过创造宇宙的上帝。所以咱会当做是啥？咱毋是遐争取讲上帝我要诚做是杯啊，我是要诚做碗，毋是。咱会当做的就是讲，我靠上帝的怜悯，我来超找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兄弟姊妹，伫咱平顺的年代，甲咱讲要我靠上帝怜悯，这真正非常的困难。因为伫平安顺遂的年代，大家人所看见的只有家己有的物件，家己真牛的物件。但是上帝将即届的传染病放伫21世纪，互咱非常的头痛到还无法度会当解决问题。咱各行各业拢受到影响，真侪人有可能嘛失去头路。有的人会丧失性命，会失去亲人。咱设上好的计划，伫安尼一个病毒发生了后，要完全拢要改变。兄弟姊妹，你敢有看出上帝互咱的功课咧？伫遮以赛亚书55章第6节到第9节讲，着趁上主通找着时来找伊，伫伊三分的时求救伊。歹人着离开伊的路。不义的人就改换伊的念头，归向上主。伊要怜悯伊，归向咱的上帝，因为伊要变行下面。上主讲：我的念头毋是恁的念头，恁的路毋是我的路，因为天怎样较悬地，安尼我的路较悬你的路，我的念头较悬恁的念头。上帝在提醒咱，上帝在提醒咱要尊重伊的主权。上帝咧提醒咱，将咱过去的骄傲爱干掉，因为咱实在是无法度啊。所以，望兄弟姊妹，咱会当伫安尼一个看起来毋是真好的机会内面，咱将伊变做是一个转机，咱做伙来超找上帝，做伙来转来伫上帝面头前。过去的咱，毋是安怎的咱，上帝无咧计较，上帝欢喜看到是
已经是一个反悔认罪改变的人徛伫伊面头前，咱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来忏悔，因为真侪时，阮伫外靠家己，真侪时，阮了做家己有外貌。总是主，阮知影，阮实在毋是安尼。阮真微细，阮有限制，阮真软弱。主，恳求你就赦免阮，特别伫安尼的一个灾难中间，互阮学习去看见上帝你的帮助，阮会当去超找你的怜悯甲稳定。主，恳求你，互阮会当放弃亲像遮犹太人的骄傲，互阮真实来明白、来接受主耶稣。恳求你也祝福阮所有兄弟姊妹，无论伫礼拜堂的，也是伫厝里看直播的，恳求你保守，互阮拢会当伫你的面前甘心，伫你的面前来做安尼一个反悔，并且阮也要对你遮来领受新的气力，因阮相信上帝祝福教也万言，无论阮伫甚物款的处境，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天开主播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咱做伙来读两遍。叫你看，不在地以来的，不在地以下的，在地里面当上帝。马苏会告诉我们在叫你看，不在地以来的，不在地以下的，在地里面当上帝。马苏会告诉我们三个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87首，587首。在
卫生知识来直接奉献。小会欢迎，因为疫情的缘故，本教会有澳洲起暂停所有小组加工班、儿童的诗班、周三的祈祷会，不过摆个早祷会照常有例，以及欢乐周六的课程。课务班开班到3月27日，上年大约暂停到6月底。中山国小的性命教育暂停一学期。有好的消息，因为疫情的缘故，上年团体甲妇女团体暂停聚会到6月底。我们部分老册请中一来定情，就摆聚会到下周的信港水家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道甲介绍新来人。好，咱欢迎今仔日第一次来到咱中间的朋友，咱欢迎吴淑慧姊妹来欢迎。再来，咱也欢迎胡超群弟兄，欢迎。好，咱即马现在请播放迄个礼拜做的迄个报告，因为咱小会这几天有一个决议，除了咱周间的聚会小组拢总停止以外，咱伫后礼拜开始，咱就是鼓励兄弟姊妹伫厝里来看直播，所以咱的礼拜方式有一寡的调整。好，这离就是离好看无？会当放大吗？嘿。
就是讲咱愿望咱兄弟姊妹会当伫厝里来做礼拜，所以咱伫拜六，咱会透过咱教会的官方的网站来送互咱一个连结，就是咱透过迄个连结，咱会当直接甲饲落去，然后咱就会当伫即个时间同步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来做礼拜。所以希望讲咱伫即个期间要听偌久，咱嘛毋知影。但是这两礼拜是上关键的时期，因为真侪国外转来的人，吼，伫这两个礼拜是上关键，所以咱会当希望讲咱会当配合伫这两个礼拜，也是讲教会会通知讲咱什么时间来恢复礼拜。所以咱来看即个礼拜的调整的方式。就是讲，咱网络直播会安尼做伙伫家庭中，咱做伙来做礼拜。所以对后礼拜开始，咱会用 YouTube 也是 Facebook 的直播，互咱做伙来维持第2场的礼拜。第1场是9点半，第2场是11点。所以你会当透过手机啊、电脑、也是你的笔电、iPad， 伫这两个时间会当选一个时间做伙来做礼拜。所以虽然教会嘛有开放，但是因为讲兄弟姊妹会当伫厝里来做礼拜。所以即个做礼拜的期间，咱是要怎来领受圣餐的？因为咱第一遍拄到就是过偌济的礼拜，过偌济是4月12号。所以咱若是迄当时要无法度来做礼拜时，咱要安怎来领圣餐？请你伫厝里家己来准备葡萄汁。你若要用葡萄酒嘛是会当，但是袂当伤大杯。你嘛当用吐司面包，吼，也是饼干来代替。然后咱透过直播，伫直播的时，当牧师背饼，吼，请咱做伙来享用耶稣的身躯、耶稣的宝血时，咱做伙会当来享用，互咱做伙来领受。搁来，咱面对的第2个问题，吼，即个问题就是讲，咱的规个方式有淡薄的改变。咱可能之前咱拢有印周报，咱以后咱就无有周报，吼，咱就透过发送互你的迄个讯息内面，你饲落去就会当看到周报，你饲落去就会当看到直播。所以兄弟姊妹爱加入咱教会群组，这非常的重要，因为你才知影讲教会即时咧发生什么代志。所以教会无关门，只是咱暂时改变咱敬拜方式。所以咱会拄到安尼礼拜方式是安尼。搁来，咱请迄个财务组甲咱报告关系，伫咱无法度来礼拜时，咱安怎来奉献？互咱安怎来奉献？即马要甲大家报告即段时间咱啊吼，咱第一个就是吼，咱共阮会去创一个奉献箱吼，奉献箱因为我爱大家拢手摕迄个奉献袋，所以有一个奉献箱。奉献箱你若有来礼拜，咱虽然无讲咱就无禁止你来做礼拜，安尼有奉献箱头前，共阮伫头前，你家己伫门口下遐，会使奉献。无按着第2是，你伫个周间啊，听见教会，你会使从你的奉献袋，还是你的安尼你要奉献钱，叫个奉献箱。迄周间来可能伫2楼干事迄部分哦，干事的时候，第一个就是直接一样投入奉献箱。第2项就是银行汇款哦，咱教会有一个账户哦，上面有一个合作金库的账户哦，迄个是合作金库的账户，会使用汇款的。因为汇款单哦，除了你的汇款账户，你的金额，甲你的名，因为名你若无写遐，但是其实若拍在外口，你袂出来，所以你还得备注你是啥物人汇款哦，因为伊有会使敢若无真正会使头6字中文字尔，所以你可能会使写某某人汇款安尼样。剩咧我们有开一个 line 啊 line 一个账户啊，一个信箱，你将你汇款日期、汇款人，然后你的明细哦传到那个温哥华的合作那
但是这笔钱是啥物人传入来吼？过来第二项就是邮局划拨啦，邮局划拨可能明仔载要请贵干帮我们看一下，邮政划拨迄哦，单就使写较侪，你会使写什么人汇偌济什么我的贡献的明细，感恩贡献的业定贡献就写较，所以汇款单比较没问题的。但是我们是明天开的时候才会在教会的网站上公布那里邮政划拨哦。同后以家庭为单位，因为每一笔汇款银行都收手续费，划拨银行也是会从里面会扣10块到15块等的，所以尽量是以家庭为单位一起汇拨一起划拨哦，这是奉献的部分。下一页。下一个是跟报销有关哦，因为还是报销。这报销，我们财务组还是每个礼拜都会来教会处理会计及报销事项。但是为了要方便我们的作业，你若各组的报销，先将你的报销的金额项目你还是要填单子，因为这个单子疫情过到明年还是查效还是要管，你还是要填把那个请款单填好，把资料附好，然后甲你的组长报告者，比如讲你要申请偌济，什么项目，你甲组长报告，组长将这传咧长老群组互我知影。阮第礼拜阮就准备现金嘛，要汇款。你若要钱大笔要汇到你的账户，也麻烦请把那个你的那个汇款账汇到你账户那个账户名称跟户名一起附上来，然后你把这一个，因为这个单据你看到先传给我们，还是要拿到教会给牧师或干事。拿给牧师有个好处，牧师那边有一些周转金他可以马上去给你现金如果给干事，我们就是礼拜天来，我们会把钱发好，让你就再过来，然后我们会托人再转给请款的人这就是报销了。但是因为你这段时间无接触你的组长，所以组长无这么麻烦，我们到时候再请组长一起签这是报销好，你若是讲听无中正长老你讲啥？你讲我袂晓去游泳，我嘛阮兜的钱拢藏伫厝里，无要紧，你先欠起来，会当来教会时才来奉献，也是你周间你会当摕来叫我来帮你奉献，所以真好解决大家毋通听咱毋知有啥来你讲条我奉献奉献嘛是真重要的所以咱会记无任何代志会当阻止咱敬拜上帝，无论咱伫厝里也是咱伫礼拜堂。但是你厝里唔通倒电做礼拜，嘛唔通哪食物件、哪食早起、哪做礼拜。咱会记咱伫厝里，咱嘛是伫敬拜上帝，咱毋是看一个节目尔。好，再来，咱会教育组嘛做一个，互咱伫疫情无法度出门的期间，有一个灵修的计划，咱请主安长老来报告。喂。大家平安因为这是教育组的年度的暑假再加上就是真的因为疫情大家会较紧张，你厝里嘛会较无聊所以咱这暑假到咧这时阵咱来推动请问那个 PPT， 那个明志兄那边有吗？对，这暑假的主题就是抄写一本专属你的圣经，下一页。咱的目标就是要抄写一本专属自己的圣经今年咱完成马太福音有28章，所以这安排就是一礼拜写一章，安尼到今年会抄完。2021咱会使马可，2022路加大家可能感觉安尼就想要抄写很多章，但是其实大家为了进度加快，你可以搭配自己的灵修进度。如果你的灵修进度有
有其他的经节，你也可以在那天的灵修就抄写这个，也可以配合就是主日礼拜，咱的经文马上抄写。好，下一页。抄写圣经的好处是什么？咱边写可以边灵修，而且会使对经文有印象，嘛会使反复思考。搁有就是咱足久无写字啊，会使重拾亲笔书写的乐趣。第三就是在疫情紧张的时阵，咱每日抄写圣经，会使甲上帝挂亲近。咱抄写的范本咱是以和合本、修订本，就是近期教会有上大概一人一本，内容为范本。咱有每一卷，我们都照那个的字数去留篇幅。因为它太小，大概写得很辛苦，所以是 A4 的大小。所以书封面是这样，在书背可以印自己的名字。然后内页是这样，然后成本450，那会有我们支付200，教会补助250。那有人建议说，如果没有抄写完，是不是教会就不要补助？但是我这边想还是补助，但是到今年如果没有抄写完，你们自己再把那250奉献回来吧。所以我们补助，这样会有还是支付200。好，下一页。抄写办法，我们从4月19开始到10月31，28周，每周抄1张。是如期完成咱的表扬来送小礼物。这中间嘛，欢迎大家写心得。过来就是要参加的牧区小组，还是什么赖群组，会使接龙报名。所以我小等会把这个文字接龙文字给各个小组或者是一些的团体不要重复报名因为我到时候会总要删有点困扰然后要写全名然后把名单赖给我。今天如果有达到20本以上，我们就可以印，然后在礼拜5我们就可以拿到。那怕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这个讯息，所以我们还有第2批。第2批就是下礼拜截止，然后一样在1个礼拜后可以拿到。那完成印刷后可以来教会拿，因为教会其实还是会留人。那就是建议大家抄写圣经的时候，可以先祷告，抄写神先进行祷告，然后之后抄写完你可以默想，然后还有就是每天要养成习惯，每天有规定的进度。好，谢谢。咱多谢主安长老嘛，希望讲咱伫疫情的期间，咱会当安静咱的心，透过抄写上帝的话，会当互咱会当搁较明白。所以咱会才有真济的改变所以咱若有无了解，咱会当私底下来请来问这个中心。希望讲咱会当伫这段期间互相关心，嘛当真平安来度过这疫情。咱即是咱做伙来祈祷。咱为着咱的机体，伫病院的圣母姐、伫厝里的敬红兄、敏娟、邱玉姐、邓妈妈、淑君姐、水明兄、慧玲姐、甘金红长老、怡礼、春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秀霞姐、美霞姐、公丽姐、阿淑姐、惠子姐、谢丁兄、不比姐、阿玉姐、郭元兄、东元兄。李雀老师家父者来祈祷，嘛为着怀孕的姊妹，嘛为着咱兄弟姊妹会当伫这个期间，咱拢会当真平安，互咱会为着咱的教会，咱开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伫你的面前谦卑来求讨，主，阮知影阮的气力真有限，阮只有超找你，恳求你的怜悯，特别伫这个疫情真有淡薄严重的时，阮恳求你怜悯阮的台湾，也怜悯真侪真严重的国家，帮助阮全世界人类，互阮会当学习伫安尼一个危机内面来超找你。主，恳求你也保护阮兄弟姊妹，互阮无论伫出入阮的公司、学校，也是阮的社区的时，拢会当有你的平安。总是主，阮也要为着真侪伫病院、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照顾、保守，也互因拢会当真紧来得到复原，也保守因厝内人有气力、有疼心，会当来照顾遮的病人。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祈祷，恳求你保守，也互伊会当真平安到伫伊身上，互伊囡仔会当健康，
也为着真侪有细囝或者的青年来祈祷，也恳求你祝福，手术互因有智慧来养饲因的囡仔。将阮兄弟姊妹对细汉到年长的，我拢交给你。虽然我无法度亲像以前每一礼拜做伙坐伫遮来敬拜上帝，但是恳求你，互我无论伫甚物款的所在，阮拢会当用恭敬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恳求你也祝福伫厝里看直播的兄弟姊妹，会互因的心充满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397首，圣诗397首，临时后请咱牧师祝贺，请起立。正人伫地，也甲伫电视前看直播的兄弟姊妹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